而家管得越嚴嘅就係一線城市，二三線城市咧冇咁嚴啊。咁啊，而且咧交警咧都係實行暴力嘅驅趕，同埋咧暴力嘅對待嗰啲叫做咧送外賣嗰啲人啊。因為主要就係做跑腿嗰啲先需要電動車，因為佢哋買唔起電單車嘛，即係摩托啊嘛，係咪？可能摩托貴啦，佢買呢啲平啊嘛。好啦，呢啲咧甚至乎咧係嗰啲外賣員啊嘅生命嚟嘅，因為咧佢哋只能夠靠呢啲車去揾食，因為一嚟夠快啦，係嘛？二嚟咧相對成本又平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實外國都係嘅，揸好多啲車嘅，佢其實就唔理嘅，因為你裝嚿電喺架車度啫嘛。但係大陸就唔同，佢搞好多規條，一係咧就逼你買佢哋而家新出嗰啲車，係嘛？即係強迫消費。咁啊舊有嗰啲咧仲行得好地地咧，佢都唔俾你做㗎啦，又話唔好，又話危險，又話成，根本咧就話之你。咁而家咧就造成呢個底下咧，嗰啲底層人咧好大怨氣。嗱呢單嘢咧。真係分分鐘遲早啊，有機會咧演變成咧係暴動都未定。